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到一個柏澳灣嘅新樓單位。我哋主要改造嘅係客廳、開放式廚房同埋主人房嘅區域。整體嘅色通，我哋揀咗淺木色同埋奶白色為主調，搭配少量嘅金屬線條，營造出呢個現代嘅風格。玄關位置比較窄身，所以我哋冇做到笨重嘅鞋櫃，而係選擇薄身設計嘅鞋櫃。中間我哋留出咗中空層，專登為戶主擺放咗一啲小物件，例如鎖匙、口罩、電話等等。鞋櫃側邊都做咗條子形狀嘅掛鈎，可以掛手袋、遮或者出門返嚟嘅外套。由於呢個單位係新樓，發展商已經提供咗原本嘅櫥櫃，但係戶主覺得原有嘅裝修風格唔係好啱自己嘅 style， 所以我哋決定以最小預算、最大效益嘅方法改造。我哋就係換咗門板，保留原有嘅櫥櫃結構，咁樣可以慳成本之餘，仲可以大幅提升咗整體嘅質感。跟住落嚟客飯廳嘅位置，為咗保留更大嘅空間同埋通透感，我哋將電視機牆處理得乾淨利落。我哋冇做到過多嘅 style。電視機下方我哋藏有咗燈帶，夜晚開燈嘅時候有燈光嘅反射，可以令到成個場面更加有層次感。主人房整體嘅色通同樣都以咗淺木色同埋奶白色為主調，搭配咗少量嘅石紋同埋灰色嘅軟裝，視覺上睇落去冇咁壓迫。床框下邊加咗燈帶，夜晚開燈嘅時候更加有氛圍感。床頭板係簡約嘅色板，融入咗石紋嘅裝飾，上邊有嵌入式嘅燈帶，提供柔和嘅閱讀光。床頭一側係梳妝台，整合咗圓形嘅鏡櫃，鏡門可以打開，用嚟放化妝品、飾品。鏡子邊緣有照明嘅燈帶，所以有足夠嘅光線化妝。衣櫃採用 L 型同轉角設計，充分利用空間。衣櫃內部分層豐富，方便分類同埋存放衣物。今次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啦，如果你哋都鍾意，可以下邊留言話俾我哋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